主后2025年3月16日，撒利教会主日礼拜。大先咱来听读圣经，历代志下卷15章16节到19节。亚撒王废除伊阿嬷玛迦太后的位，因为玛迦有做阿舍拉可王的神像。亚撒将神像撤掉，破互碎碎，伫吉伦溪谷放火烧。虽然遐山头弹还未对以色列中除去，毋过亚撒一生完全顺服上主。伊将伊的老爸甲伊本身分别做成的金银甲器具，拢带入上帝的圣殿。对迄时到亚撒做王第35年，拢无阁有战争。各位兄弟大家平安。社会新闻，检察咱捌看过有人囤粪扫的怪癖，毋但规厝间的粪扫毋清出去，阁对外面捡一大堆家己认为有路用，其实是完全无路用的物件，囤甲规厝呢。结果规厝间伫几年间就变甲袂输是粪扫场。阿里阿早真歹过，若尾有人看袂落去，就发动人帮厝主做大摒扫，甲伊清甲清气溜溜。大摒扫就亲像大改革，是对原本的环境也是原本的作为大不满。我著忍受，就若无改变，就等灭亡。改革有诶会成功，毋过也有失败一例。日本伫幕府将军领政诶末期，因也采取锁国排外诶政策，毋过豆改革诶声浪愈来愈大，到明治维新大改革成功，日本变成亚洲第一个现代化诶国家。若是像迄时诶清国，保守反动诶力量一直强过改革诶力量，革新派失败，结果落尾清国就互民国革命推翻。咱伫今仔日读圣经听讲道范围是历代志下卷14章到15章，遮讲到南犹大王亚撒伫伊做王诶期间，伊进行改革运动，也值得咱思考。大先咱来看分段。第一段是亚撒立志做一个好王，14章第1节到第8节。亚撒的老爸阿米亚，伊做王只有3年就过身。毋过亚撒做王甲伊的阿公罗波安相款有40年久。大卫做王40年，所罗门做王也40年，罗波安甲亚撒做王也各41年，只有阿米亚较短，敢若3年若定。所以基本上，大卫王朝甲南犹大国伫初期算是政权较稳固。亚撒做王的初期，全国太平10年久。迄时阵，因为北以色列耶罗波安80万大军去互南犹大国消灭50万，元气大伤，加上耶罗波安的囝纳达做王，伫第2年就去互伊的部下将军巴沙杀死篡位。北以色列的政局动荡，无法度发兵甲南犹大战争，所以亚撒伫做王的期间，较有时间专心伫内政的改革，甲强化军事设施和训练。伫内政一方面，上主要的政策就是废除甲禁止迦南等外邦宗教的拜偶像行为，废除拜偶像的神坛、祭坛甲除偶像，
也命令人民着爱专心寻求上主列祖的上帝，遵趁上主的律法诫命。伫军事上，伊也修建甲强化几若个城，佮训练58万强猛的勇士，其中犹太人有30万，便雅悯人有28万，这个拢是精兵。第二段是14章第90到15节，拍败来犯的古实人。古实是伫犹大的南边挖埃及，甲埃及是盟友，也是埃及的附庸国。古实来攻打犹大，可能是想要来抢劫。古实王舍拉带100万的军兵，坐甲若亲像草蜢仔过境，要来吞食犹大。亚撒王也真勇敢，带兵出战。虽然兵力真悬殊，差了1倍，毋过亚撒王倚靠上帝，求叫上帝，上主就帮助伊大大拍败古实王，也得到真侪的战利品，佮降服基拉尼周围的城，凯旋倒转去到伫耶路撒冷。第三段是15章第10到19节，亚撒王继续推行改革。亚撒因为有听趁先知俄狄的囝亚撒利雅的预言，坚强起来，伫南犹大甲对北以色列我军以法莲山区公处的几个城，大力推行废除偶像崇拜，恢复敬拜上主的宗教改革运动，也有得到成功，甚至也吸引第二波敬虔的北以色列国人民南下归顺亚撒。第一次的移民是伫亚伯安做北国的开基王的时，有一批移民来到伫南国。伫严厉的宗教禁令下，甚至对所有继续拜偶像的人，无论男女大小，也拢处死。15章13节。犹大王甲人民因为专心寻求上主，上主就互因找到，佮赐境平安。亚撒王伫推动宗教改革运动甲政策，拄到最大的阻力甲阻碍是伊的阿嬷玛加太后。玛加太后是大比的囝押沙龙的查某孙，嫁予所罗门的囝罗波安生阿比雅王，也就是亚撒的老爸。玛加太后是干宗教的崇拜者，甲上得力的拥护者。位高权重，对王室甲国家也有真大佮强的实质影响力。亚撒毋敢刣家己的阿嬷，所以废除伊太后的身份，互伊无权通插王室甲国家的政务事。虽然亚撒伊伫一生是顺服上主，毋过干宗教的刷头弹也无法度完全对以色列中除掉。只不过伫上帝怜悯看顾保守之下，除了亚撒做王大约15年有古实大军来犯的战争以外，到亚撒做王的第35年，通讲拢无阁有战争会发生。历代志下卷14章到15章对咱有甚物启示？第一，伫遮咧讲，咱若是选择要做好人、好事，就爱直善固执。亚撒到底是几年开始做王，佮活到几岁？圣经并无明记，只有干那讲伊做王41年久。
伫即中间，伊上大诶作为甲成就，就是做上主伊诶上帝看做好、看做正直诶事。伊甲拜迦南宗教5上7个诶人民，重新带倒转来敬拜上帝、侍奉上帝诶道路。为着即个缘故，伊爱甲境内所有异教诶势力直接冲突甲对抗。这需要坚决诶勇气、智慧、能力甲决心。咱伫读《使徒行传》19章21节到41节遐有记载，保罗去到伫幼所传福音，迄所在有阿底米女神庙，当地有一个专门伫做女神庙模型特别诶拍金仔师傅，叫做底米德，就煽动全城暴动，也拖保罗诶同伴去到伫剧场公审。后来罗马军官出面，才将即个混乱诶场面控制住。押沙龙伊要取缔迦南异教诶即个崇拜，想必也毋是遐尼简单容易诶代志。无论正面诶冲突，也是私底下民怨反弹，也的确是非常大佮困难。毋过阿萨甲这当作既定政策去严格执行，也将最后诶阻碍者贵为太后诶马加废除伊诶职位，取得全面性诶成功。现代文明诶国家甲社会是讲究人权，强调甲保障人民有自由选择宗教信仰诶自由权利。尤其伫道神宗教信仰诶眼光，会认为讲上主上帝是真独裁专制，敢若会当信上帝，袂当拜其他诶神明。亲像押沙龙毋但迫害异教，阁连毋放弃异教信仰诶男女老幼拢总杀，这看起来若像真恶霸阁残忍。押沙到底伊是毋是做了伤超过？这也有讨论诶空间。不过基本上，咱爱小可了解迦南宗教伫咧敬拜时是掺杂淫乱，甚至有时阵也会将家己诶儿女杀死，献祭互因诶神明，是邪恶诶宗教。这也是上帝律法严严禁止，嘛是任何正常文明诶社会袂当容忍诶道德败坏甲罪恶代志。另外，上主信仰是敬拜独一真神，要求是对上帝独一忠贞忠诚，所以对上帝子民来讲，袂当变心去拜偶像来服侍其他诶神明宗教，迄是无害。押沙地理下诶南犹大国，因为实施敬拜独一上主诶社会政策，所以就吸引北以色列国共款意爱找求真神上帝诶人移民来归顺押沙。我想押沙龙乞头受上主祝福，会当久长诶时间国家太平，四境无战事，是因为伊专心带领人民离弃偶像，归向上帝。若是咱通对学习诶，就是咱若要认真做好人、做好事，也着爱特善固执，毋惊对立冲突甲恶势力。第二，保家卫国，勇敢壮胆。伫咧读旧约圣经诶时，会读到大大小小战争诶故事。今仔日伫历代志上卷14章，也讲到南犹大国甲古实人诶大战。
这段战争伫圣经以外历史文献中，还找袂到确实的史料佐证。圣经学家讲，古实王谢拉带100万的军兵来侵犯南犹大。100万，这毋是普通的国家的军队，差不多是埃及即款的帝国才有的规模。所以圣经学家咧揣测有2种可能性。伫12章，咱有读到埃及王示撒率领联军，伊的联军中间也有古实人来攻打南犹大国，甲罗波安拍甲落花流水。当来进犯即个亚撒王的，其实也是埃及古实人谢拉有可能是示撒的继承人。另外一种的讲法是，古实位置伫埃及甲以色列的边境，也属埃及的附属国，所以是埃及王派伊的军队由古实王领军来攻打犹大国。因为迄时犹大国偷在强盛中，而且亚撒王也重建整修几啊座坚固城，佮培养出58万的精兵，已经脱离埃及的控制。所以埃及来攻击犹大，也抢夺犹大，要互伊变弱变散，通好较好控制。亚撒衡量战局，也知影伊家己无偌大的胜算。毋过一方面，伊也勇敢带兵出战；另外一方面，伊也祈祷求上帝讲：上主，阮的上帝啊，求你帮助阮，因为阮倚靠你，佮奉你的名要甲遐个强大的军队交战。上主，你就是阮的上帝，毋通互人较赢你。意思是，即场的战争毋是干那犹大国的战争，也是上主的战争。上主做因的元帅，引做上主的军队，若大胜利，佮得到真侪的战利品，也互埃及伫短期间内毋敢肖想，佮再威胁犹大国，会当得到真正和平太平。咱伫台湾也感谢上帝，因为自从1979年金门823炮战结束后，到今也无阁有战争。毋过，中共国对台湾有大约5000粒的飞弹咧对咱，也逐日派军机伫保卫台湾，有时阵也有遮个军事演习，佮挂断咱海底的这个电缆，也不断有网络战甲各种的战术、文攻武吓，不断想要用武力侵占台湾。也伫咱的内部有投降派，也有符合中共国的乱台派。最近这个大罢免运动，连不教的法师甲不教徒、天主教的随士、修士也出来响应。当然，咱台湾基督长教会，咱也有发表过罢免这个亲中媒体立委的声明。反共护台是咱的国安责任，支持政府强化国防甲国安的力量，这也是咱爱努力继续去做。亲像亚撒王伊信靠上帝，强化国防甲军队，咱台湾的前途甲命运也伫上帝掌管，也伫咱的决心甲行动。最后，伫遮咧讲到着全心全意找求上主。当亚撒拍赢古实人大军凯旋转去的时，
上帝派先知亚撒利亚来见亚撒，甲伊提醒勉励甲警告讲：你若顺坦上主，伊就甲恁同在；你若追求伊，伊会互恁找着。毋过你若气杀伊，伊嘛会气杀恁。佮讲，以色列人已经真久无信真神，无教导的祭司，无律法。毋过因伫患难的时，规样找求上主以色列的上帝，伊就互因找着。亚撒利亚最后讲：当恁着坚强，毋通失胆，因为恁的所做会得到报赏。亚撒就受到激励，也认真带领，包括北国内归顺的以色列人，全心一意敬拜上帝，服侍上帝，因甲上帝同心立约，也对上帝咒詛。佮全心全意找求上主，上主也互因找着，也赏赐互因四境平安。圣经的道理有时阵也真浅白，亲像顺坦上主，找求上主，上主就甲咱同在，上主就互咱找着。主耶稣也教示咱讲，求会得到，找会找着，拍门会甲恁开。伫诗篇145篇18、19、20讲，所有求叫上主的人，伊甲因亲近，伊亲近诚实求叫伊的人，敬畏伊的人，伊会互因的心愿实现。佮会听因的求叫来拯救因。上主保护所有听伊的人，毋过做歹的人，伊会甲因消灭。全心全意找求上主，是咱做一个基督信徒、上帝儿女，对基督的救恩甲上帝的主爱真实的信仰告白。愿圣神帮助咱一生行入听主甲听主所爱受祝福的道路，咱做伙来祈祷。感谢掌管历史的主，互阮对圣经中所记载历史故事明白上帝心意甲作为，请帮助阮做好人、做好事，特善固执，也疼惜爱护你所赏赐互阮的家庭甲国家，就算是面对强大佮凶恶的对敌，也靠主勇敢壮胆，成做基督的精兵。互阮全心全意找求主，主你也互阮伫求的时得到，找的时找着，拍门的时，你也为阮开救恩的门。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上帝会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，就是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，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到万世，代代无煞。阿们。